12月23、24日，藝人之家假西九文化區竹翠公園舉辦普世平安星光夜，為香港打氣祝福。今年的聖誕對很多人來說都不容易過，願你的平安安慰臨到這裡的每一位。王祖藍聯同衛蘭、衛詩、杜麗莎、黃國倫、關心妍、孫耀威、黃君興、黃婉之、讚美之泉等超過20組本地及海外歌手。一同以歌頌讚分享信望愛。已故影星喬宏創辦嘅藝人之家今年成立40週年，在場嘅歌手喺台上悼念多位已逝嘅弟兄姊妹，包括廖啟智、西瓜跑、羅慧娟、麥基、盧大衛、戚劍豪、溫裕紅等。陳敏儀悼念智叔，同時亦彼此勉勵，分離唔代表關係嘅終結。生命係可以透過愛佢還活着嘅人繼續延續落去。演唱會接近尾聲，年屆96歲嘅小金子喬嬸分享：神還留住佢嘅性命，係要傳揚佢嘅福音，傳揚神嘅救恩。很多弟兄姐妹陪着我們，在這兒我們很多人一塊慶祝聖誕。聖誕跟我們每一個人都有很親密的關係。因為這是紀念神的兒子耶穌為我們降生，帶給我們救恩的好日子，記得嗎？聖誕對我跟你來說，還有更深一層的意義，因為我跟你，咱們是在1957年的聖誕夜訂婚的。68年了，記得我真正接受耶穌的救恩，是因為你一句話。我相信你還記得，因為你說，我們每個人都曾經做過錯事，我們都會走完人生路。你說你已經罪得赦免，因為你接受了耶穌基督的救恩。將來離開世界的時候，主耶穌會接你回天家，我知道你現在在哪兒。但是當時你跟我說，你嫁不嫁給我，主權在你。但是如果你的生命沒有跟耶穌聯繫，將來你上不去，我會不忍心你在下面的。